请问，若要讲一个人唔捌字，咱台语会用什么款的词来甲形容 ？A. 青面牛 ，B. 放抓虎 ，C. 土鸡啊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什么？诶，敢若拢无啥困难啊，应该是 A 啦，吼 A A 嘛吼。对对。A 就是形容人无读册，啊，这个 B 放抓好就是讲黑白放迄宣传单共中伤的。哦。啊，C 土鸡啊，就表示讲你这个人真有耐力啊。嘿，对，体力较好的。嘿啦，土鸡啊，肉鸡啊。啊，后一届应该苏新姐来做老师啊，差不多啦，就搞讲诶。嘿呀，这代表伊定定咧看咱的节目是真的啦，嘿，看了有效啦吼，已经讲对，所以你的答案我的答案就是 A 啦。好，咱来看青面牛对唔对？哦，恭喜你了2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咱老师解释。啊，来啦，拢好小心这讲煞咧。哦，真厉害啦，吼，真厉害。咱这个青面牛嘛，有这个腔口叉啦，吼，腔口叉就是青面牛嘛，吼，所以青面、青面啊，拢会使。啊，当然以早用安尼来讲。无读册，唔捌字，啊，敢若讲啊，啥物代志拢较唔捌吼。啊，牛这种形容，咱知影，做侪人拢讲台湾人哪牛吼。啊，牛当然有做侪意思，可能是咧讲戆戆啦，啊，就一直做啦，嘿，安尼啊，所以讲青面牛其实是足可怜啦，古早时代吼。啊，毋过大家拢是青面牛，以早大家拢无受教育，嘿，所以有安尼形容咧讲吼。嘿，对，放抓虎，啊对，其实拢讲了去啦，吼，放抓虎确实是咧重伤啦，吼，即个乌含啊，好，也是讲无事实的咧，甲人迄个伤害，即款的拢会当讲放抓虎，无对，嘿，啊土鸡啊，有若是咧，敢若放山鸡迄种有无吼，咧形容迄种的迄个勇健体格吼，啊嘛是嘿，较够走跳安尼是。